苗僑偉今次拋售豪宅另有原因。1983年，正當苗僑偉嘅演戲事業處於上升時期之際，佢好快就淡出咗娛樂圈，將心思花喺做生意上。據悉，1987年苗僑偉創辦藝視眼鏡公司，生意一度紅火，規模擴展到50幾間分店，遍佈內地以及國外。每年營業額更係高達2億5千萬港幣，藝視已成為全港首屈一指嘅連鎖眼鏡零售店。苗僑偉同戚美珍係拍攝電視劇《飛躍18層》就相識，兩個人好快就行埋一齊。1990年，32歲同戚美珍正式結婚，兩人先後育有1仔1女，可以話佢哋嘅婚姻係幸福美滿嘅。不過同苗僑偉唔同，妻子戚美珍更熱衷於理財，佢先後投入大量資金購買各種理財產品，導致3年敗光20億。苗僑偉